滿洲里土娃智能酒店，以俄羅斯土娃主題的度假酒店，充滿濃郁的俄式宮廷與童話色彩，更有內蒙的迪士尼城堡稱號。酒店內部裝潢融入了巴洛克及哥特式風格，極具奢華宮廷風。酒店大堂擁有宏偉的拜占庭式穹頂，酒店大堂裝潢鎏金迴廊與精美壁畫，充滿異域文藝氣息，視覺衝擊力極強。房內裝潢以歐式風格為主，房內充滿土娃元素。房內部的門牌、台燈、電視櫃甚至礦泉水都印有或融入了土娃主題，儀式感拉滿。房間廣闊，適合一家大細入住。房間配備全屋智能語音控制系統，可透過語音土娃精靈控制燈光、窗簾等智能馬桶等高科技設施。浴室設計奢華，廁所與浴室乾濕分離。識玩嘅你又點可以錯過？快啲到我哋分行或網上查詢啦！